瓜子出世做山中人，個性又鬼玩山。黑山不是高啦，有風有水，調味比來同唱歌。一年一次等春分，北山嘅路人啊，頭青青的喲，開燈三聲果品啊，一鋪一鋪去探親啊。鋤草長地七家人，瓜子長地子孫心。我養下瓜子，我等客家人講，長命吼，你冇講長命，你講瓜梯也算瓜子。我等迄個蔬菜路很多牛埔下，這牛埔的意思都是墳墓，你本牛的去是抽的一大片的墳墓哈，很多。墓地哈，瓜子給他親老熱，我哋客家人唱內埔的吼，一天公所會先看日的，看個好日的公布也個好日的奶酒，一道日，唱今年都3月28，全台北的親戚朋友，這個親戚啦，都準備下來，都安尼見面一次，哦。安尼講話，一年一次講話呢，夠難得啦。因為人家人村做事哦，是條路啊，容易台北不多總鋪，所以利用這一個瓜子呢，有一個聚在一起的親情嘛，哦。人家是講冇安尼瓜梯的啦，人家像我哋家風水都做一個祖墳哈，屋啊，這樣的。有做一個塔的啊，金塔，你們講金塔，是因為給他沒有這樣，冇跟人買啊，土地上的沒有再挖起來，以前4、5年也算8年了，挖起來岩骨啊，敲骨啊，岩骨看下金紅，好像剛剛那裡家有個塔，這個的塔，以前的骨哈。阿祖啊、阿公、阿婆誒，念起來捨唔得的，都變啊金紅。哦，東方都更加都現代誒，安尼個沾蔬菜骨骨瘦哦，啊變啊名人誒親民哦，咩同樣誒過來，長命瓜子哦，同樣啦，都安尼講話。金絲亭，中上輩。等龍華樹下有一粒紅磚呢貼起來嘅沿路，做得小獅子。同樣將奧運嘅紙飛機，將團線嘅紙葉尾，將流水嘅紙船，唔夠嘅紙紮尾、紙花，正於沿路地度，同西邊落山嘅日頭。加一把火，燒本錯事太人長節。哦呀，因為曉得金枝亭哦，客家人對個金枝亭路邊那個文化啦吼，像灣滿也有啦，米龍還有啦，俺個等內埔嗰種獼猴這邊也有啦，俺個等狀況是麼？不過我爸是下士的人吼，對事該尊重啦，伊個人要寫，對聯咯，吼，要寫一道風水，佢個人個無限，佢是人狀況的人啊，佢是為剪封紙，拿封紙來請阿爸寫好，都一關就備安尼，都後來完事啊，又看到阿爸對一個詩啊，個寫，咁唔得咯，有詩的譜的唔好亂接，又唔好亂擺。哦，白個都講下是字字咯，吼，啊，咱前面今日的講下手寫，安尼。